Hello， 歡迎收睇 Techie 雜聊。好耐冇拍公開片同大家見面啦，因為最近咧好多所謂嘅專家啊、預言家啊、堪輿學家咧都衝出嚟咧，會話2025年嘅7月咧，日本會有大災難發生。而最誇張咧就係上個星期咧，連天文台都出一段新聞咧，就話如果香港會有海嘯發生嘅話咧，會達到3米高。佢不斷咧就製造呢啲恐懼出嚟，而且俾我發現咧，由上年10月開始咧。有人喺 IG 啊、Facebook 啊開咗一啲唔同嘅 account 咧，去播一啲以前嘅災難片出嚟。其實成件事咧，佢哋又想透過呢啲災難片咧，植入人類嘅潛意識啊，想改變我哋集體意識咧，而令到事件會發生。亦都有一個可能性咧，光明會咧亦都想透過佢哋嘅氣象武器啦，同埋一啲黑科技咧，想引發一啲災難咧，令到佢嘅預言成真。亦都俾我發現咧 ，Facebook 咧有一個咧群組咧，就係日本預言家 Tatsuki。龍樹亮佢嗰本預言漫畫《我所看見的未來》嘅群組啊，已經有19萬人去加入咗。而最近咧，亦都好多 YouTuber 啊、KOL 啊，好多嘅媒體都不斷咧去渲染呢部漫畫嘅預言啊。而我喺2年幾前咧，邊度都有外星人嘅節目裏面咧，都已經講過，我哋嘅時間線已經唔同咗啦。從2020年開始咧，正面外星人咧已經入出嚟我哋地球咧，拆除帷幕之後咧，開始轉化地球嘅能量啦。而當時咧，2020年咧，亦都有緣俾我發現咧，一啲日本嘅攝影師嘅 IG 咧，影到富士山上空咧出現一啲雲飛船啊，同埋一啲流光飛船，其實就係某宿星人咧喺富士山嘅上空咧轉化緊嘅能量。因為正面外星人咧，佢哋嘅物質結構咧同我哋嘅物質結構唔同嘅，我哋嘅物質結構咧就係低振動啦，同埋原子，佢哋咧喺另外一個維度咧就係5維空間以上，咁佢哋嘅結構咧就用液態去組成嘅。所以我哋咧見到佢哋咧，通常都係啲光體嚟嘅，因為越係高振動啊，越係正面嘅外星人咧，佢哋都係用光體去表達嘅。而富士山咧本身係我哋地球咧其中一個最重要嘅陽性能量點啊，而且近年咧某宿星人咧已經喺富士山嘅地底咧建立咗佢哋嘅某宿星基地嘅，準備為未來解放地球咧一個部署啊。一直以嚟咧，大部分嘅災難咧都係光明會咧同耶穌會去製造出嚟，為禍人間嘅。而耶穌會嘅前任會長咧漢斯彼特咧。佢就係發動911同埋311大地震嘅主腦啊！當年啊，佢透過地球號呢個鑽探船艦咧，喺日本東海以外大概130公里嘅海底鑽探大概10公里，放置一個核彈，然之後引爆。當時咧，中國嘅牡丹河地震觀測站咧，佢偵測到嘅地震嘅波形咧，係同平時嘅地震唔一樣嘅。佢有個數據咧，就顯示咧，北韓試爆核彈嘅時候嗰個震動波頻咧，就同今次嘅311海底地震咧，嗰個震動波頻係一樣嘅，而再對比翻咧，以前嘅大地震嘅波形咧係極大分別嘅。而且咧，最近咧亦都有人發現咧，日本預言漫畫家 Tatsuki 龍樹亮佢之後出咗本書咧，係解釋翻佢嘅預知夢咧，預言2025年嘅7月咧，日本海嘅大災難咧有機會係炸彈引發嘅。而地球號呢個鑽探船艦咧就係日本30公司去製造嘅，而30咧就係光明會嘅機構。曾經咧有部電影咧叫《軍艦島》啊，就係講30呢間公司咧欺騙咗好多唔同國家嘅一啲人咧喺軍艦島裏面做奴隸啊，幫佢哋開採煤礦啊，而且製造咗好多苦難。而當時咁細嘅軍艦島啊，容納咗5000個唔同國家嘅奴隸啊，而好多人甚至俾佢哋奴役到死亡啊，所以佢哋揾咗好多陰質錢啊。而我之前咧喺日本咧見到30銀行嗰個標誌啊，知係光明會啊，而佢哋透過銀行體制啊，令到佢哋貨幣貶值啊，令到佢哋物價上漲，人民嘅生活百上加斤啊！而日本咧喺亞洲嚟講咧，算係保存得最好嘅文化嘅地方啦。再加埋佢有一啲好嘅能量點啊，所以光明會咧一直咧透過一啲經濟手段咧，同埋一啲災難咧，不斷咁去攻擊日本。而日本咧都有啲正面嘅龍族啦，同埋天照女神嘅後裔咧去保護日本，所以先可以令到日本咧保存得咁好。而最後嘅總結咧，想同大家講咧，唔好相信呢個災難會發生。因為你越多人相信嘅話咧，改變咗集體意識咧，我哋嘅事件就會發生噶。亦都唔好睇咁多災難嘅畫面啦。邪惡咧就係想透過植入我哋嘅潛意識咧，想將正面嘅時間線改變。只要將我哋嘅意識專注喺美好同正面嘅事物，我哋就會邁向美好嘅時間線。多謝大家嘅收睇，再見。